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你哋嘅發仔。今日5月4號有單大要話你知，就係5月2號 Google 雲端正式啟動。5TB 計劃喺香港已經唔再係夢，已經唔再係夢。容量大到驚人，唔使再驚爆空間，所有珍貴回憶儲存變得好簡單。唔單止係儲存，仲有 Gemini 幫手，最強 AI 走上幫你工作條列變最優。係 Gmail 同 Docs 入面，佢係你嘅左右手，寫文案整簡報，唔使再搞到咁頻鬥。5TB 其空間，影相拍片隨便擺，全家6個人寫呀，全公用開晒俾你。Google AI Pro 呢個放額實力真係冇得比，你想月費定年費，自由選擇冇難度，去官網睇一睇，揀返你嘅心水路。進階相片既然逼，修圖好似變魔術，魔術橡皮擦一琴日就走，唔使再辛苦。魔術橡皮擦一琴日走，唔使再辛苦。你可以揀158，逐個要慢慢俾，或者1588年費，一次過搞掂佢。發仔我只係留意到呢個 call 自新趨勢，唔係叫你一定要買，係想帶底下呢份誠意。記住，選擇權喺你手，官網有晒詳情等你去研究。睇清楚，諗清楚，邊個 plan 最啱用？發仔只係想同大家分享呢份新感動。如果你覺得我講得好，記一定要幫手，點讚訂閱加分享俾你身邊啲老友。多謝大家支持。